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Bob，歡迎你翻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。呢個係一個專注於介紹基礎嘅計量經濟概念、估計方法同識別策略嘅節目。回顧喺一個線性模型當中，如果誤差項嘅方差唔係常數，我哋可以對結果變量以及解釋變量進行轉換，使轉換後嘅模型嘅誤差項具有常數方差。然後使用 OLS 方法嚟估計轉換後模型嘅參數。轉換後模型嘅 OLS 估計量，即係 beta star，被稱為廣義嘅最小平方法 GLS 估計量。一般而言，GLS 估計量就係轉換後模型嘅 OLS 估計量。由於轉換後嘅模型滿足 Gauss-Markov 假設，因此 GLS 估計量係總體參數嘅一致且有效嘅估計量。喺先前幾集當中，我哋將二方差建模為一個常數 sigma square 乘以一個二方差函數，即係 h 函數，其中嘅 h 函數可能等於 x 或者 x 嘅平方。呢種構建二方差嘅方法嘅局限係為咗使誤差項嘅方差為正數，而且會隨住解釋變量 x 增加，咁樣 x 嘅取值必須為正數。二方差嘅建模方式仲有好多，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使用自然指數函數嚟建模二方差，亦即係話二方差函數 hx 係以 E 為底嘅指數函數，誤差項方差等於一個常數 sigma square 乘以呢一個二方差函數。呢種使用自然指數函數構造二方差嘅好處係指數函數永遠係正，而且係遞增函數，佢允許解釋變量取值係正數或者係負數，因此佢非常適合嚟構造方差嘅結構。此外，指數函數仲好靈活，因為我哋可以使用 x 嘅線性函數作為佢嘅指數項，其中嘅參數 delta 係未知參數。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嘅核心思想係使用數據資料嚟估計 delta 參數，亦即係話用數據嚟估計二方差函數 h。將估計出嚟嘅二方差函數 h 用於廣義最小平方法 GLS 嘅估計，就被稱為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， 亦都被稱為估計嘅廣義最小平方法。其估計值被稱為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估計值。加權最小平方法 WLS 同可行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都係屬於廣義最小平方法 GLS。加權最小平方法同可行廣義最小平方法嘅差異在於，前者假設我哋已經知道誤差方差嘅形式，因此權重係已知嘅；而後者權重未知，必須先估計。
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可以被睇成係加權最小平方法 WLS 嘅特例，因為喺我哋估計出權重之後，我哋就要進行加權最小平方估計。處理模型二方差嘅可行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嘅過程分為4個步驟。第一步，對原模型進行 OLS 估計，取得殘差 mu hat， 然後平方殘差，並且取自然對數，得到 log mu hat squared。第二步，進行輔助回歸估計，將 log mu hat squared 對原模型中嘅所有解釋變量進行 OLS 估計，取得二合值。第三步，估計二方差函數 hx， 將二合值取指數，咁樣就得到二方差函數 hx 嘅估計值，用佢嚟計算轉換模型嘅權重，即係1除以 h 函數嘅平方根。第四步，對原模型進行轉換並估計，用我哋得到嘅權重嚟轉換原模型，亦即係原模型中嘅所有變量都乘以權重，然後用 OLS 估計轉換後嘅模型唔包含截距項，咁樣得到嘅估計量就係可行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估計量。其中嘅第二步亦都可以採用替代嘅輔助回歸估計，佢類似於喺 White 檢驗中使用嘅方法。無論原模型有幾多解釋變量，輔助回歸模型當中只有2個解釋變量，即係原模型嘅二合值以及佢嘅平方項。我哋使用 Jeffrey Wooldridge 教授所著嘅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: A Modern Approach 第7版當中嘅例子，呢個模型將香煙嘅需求同個人收入、香煙價格、教育程度、年齡以及是否居住喺有餐廳禁煙規定嘅州聯繫起嚟。首先用 OLS 方法估計模型，我哋唔能夠揾到顯著嘅收入效應或者價格效應。收入同價格嘅估計值喺控制咗其他變量之後，喺傳統嘅水平下都係唔顯著嘅。用殘差對二合值嘅散點圖顯示二方差模式。喺 Boyce-Pagan BP 檢驗裏邊，我哋將殘差平方對所有解釋變量回歸估計，得到嘅 LM 統計量係 32.26， 佢嘅 P 值喺小數點後4位為0，因此我哋拒絕同方差嘅原假設。White 檢驗亦都得出相同嘅結論，佢提供咗更加強烈嘅二方差證據，佢嘅 LM 統計量嘅 P 值喺小數點後5位為0。因此，我哋使用可行廣義最小平方法 FGLS 方法嚟估計模型。進行手動估計嘅時候，可以依照上述處理二方差嘅4個步驟進行。我哋喺 BP 檢驗當中已經取得原模型嘅殘差平方，跟住我哋生成佢嘅對數，然後進行輔助回歸估計，取得二合值，並且取佢嘅指數，咁樣就得到二方差函數 hx 嘅估計值。權重係等於1除以 hx 嘅平方根。最後用呢個權重嚟轉換原模型，亦即係所有嘅變量都乘以權重。用 OLS 估計轉換後嘅模型唔包含截距項，咁樣就得到可行嘅廣義最小平方法
FGLS 估計量。除咗手動估計之外 ，Stata 仲提供咗 head regress 指令嚟執行可行嘅 GLS。我哋用 two-step 選項，並且將所有解釋變量放入 head 選項嘅括號當中，得到嘅結果同手動估計完全一樣。比較 OLS 同 FGLS 嘅估計結果之後，我哋發現收入對香煙需求嘅影響變大，而且喺1%嘅水平上係統計顯著嘅。如果收入增加10%，咁樣一個人每日就會多食0.13支煙，亦即係每年多食47支香煙。而價格效應亦都變大，但係仍然係非統計顯著嘅。其他嘅估算值則係冇非常明顯嘅變化。今日我哋一齊探討咗點樣使用可行嘅廣義最小屏方法 FGLS 嚟處理異方差。佢涉及4個步驟。當異方差存在嘅時候 ，FGLS 係一致而且比 OLS 更加有效嘅估計方法。好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，我哋下期再見。